我们遇到某些人和事本身是个诱饵，鱼直接接触的首先是鱼饵，我们首先直接接触的是什么？就是人和事。比如自己的家人或者同事、顶头上司或者外面的任何一个人，就相当于鱼饵。遇到鱼饵的时候，这个鱼它是吞饵还是拒绝游走，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。我们如果是选择吞饵，就相当于我采取强烈反应，他伤害我，我就伤害他。如果遇到事情这个鱼饵的时候，我采取安忍，就相当于鱼抵制住了诱惑，游走了。我们一旦生了嗔心，就会被嗔心的渔夫的利钩所钩织，我们就会堕入地狱，受到狱卒的折磨。如果我们选择安忍，就不会被嗔心的铁钩勾住，然后被勾到鱼篓中，受到煎炸的痛苦。因此如果修安忍，就能避免后面这一系列的痛苦。